嘉义闽乡大树爷文化节初5正式开始，今下晡嘉义县政府加打鸟街坊文化协会举办绕境放水灯的走读活动，要带民众了解这闽乡的文化历史，也佮体验这祭典科技。热闹的街仔路来行读，紹介地方文史。嘉義縣民鄉鄉在地文史團體配合大樹爺文化節活動，帶民眾行民鄉街仔，認捌地方，嘛紹介大樹爺祭典放水燈的可以。这个放水燈的意義吼，攏無了解就對啦。今日順這個機會，咱先賢大德對這個大水爺放水燈這個活動，來老水厝歌舞业108朵水灯，那象征的就是好兄弟姐妹呢，从水把它引渡上岸，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发挥大树爷的祭典啊呢。為着要祈求地方的平安，放水燈進前，或許閣愛先來分裝，也較早民鄉的4個城門。雖然後來落着大雨，也毋過也是有真濟人為頭行到尾來參與。民鄉遮的大樹爺是除了普渡以外，閣有把這個大視野聖誕千秋的大樹爺生這個概念放入內底，所以民鄉遮對大樹爺的崇敬甲信仰，是我感覺這個導覽內底上重要的部分。作為一個台中市的人，就是這種成長記憶真的完全沒有這種印象的時候，來去重新認識這個地方，就會覺得我自己會覺得是蠻羨慕的。打鳥街坊文化協會講，這是第一屆配合大樹爺廟嘉義縣政府來舉辦的行讀活動，希望唔有宗教活動的鬧熱，嘛會當來傳承在地文化記憶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